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要一起来进入提摩太前书第7天的共读。今天晚上邀请家军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谢谢你，我们又平安的度过一天。主啊，今天是神你所喜悦的一天，每一天都是神你所赏赐的。你说除你以外别无他神。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纯全的心来追求你，我们真的是要用圣洁的心来垂听主你的话语。主啊，用圣洁的态度来迎接主与你同行的样式。主啊，与你相亲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的说的都得到益处，能够让我们听到的福音，然后来成为神你所要用的器皿，去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恭敬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接着要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的后半段17节到25节，还有到第6章的第2节。我们要请嘉玲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来读经文。好，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善于领导的长老们，尤其是在讲道和教导上特别努力的，应该得到加倍的酬报。因为圣经上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应得工钱。如果有控告长老的事，除非有2个或3个证人，就不必理会，要公开谴责所有犯罪的人，好让其他的人有所警惕。我在上帝耶稣基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郑重地吩咐你遵守这些教训，不可在任何事上有成见或偏私的心，不可随便给人行按手礼，不可卷入别人的罪行中，要保守自己的纯洁。因为你的身体常有毛病，不要只喝水，也喝点酒来帮助消化。有些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早已受了审判；也有些人的罪是后来才显露的。同样，善行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不明显，也隐藏不了。第6章，负恶为奴的，应当尊敬自己的主人，免得有人借口毁谤上帝的名和我们的教导。如果主人是信徒，做奴仆的，不要因他们是信徒便怠慢他们，反要更殷勤伺候，因为那些受伺候得益处的人，正是他们所爱的信徒。你应该教训和劝导这些事。以上。好，谢谢嘉玲小组长。那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已经来到了第5章的后半段。好，那提摩太前书总共有6章，我们对提摩太也透过这几天的1个礼拜的共读，让我们能够对提摩太有更多的认识。那提摩太他是特庇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外邦人，妈妈是犹太人，叫做有尼基，他的外婆叫做罗以。那提摩太出生的时候，保罗大约已经30岁到35岁，所以他们大概也可以做保罗也可以做提摩太的父亲了。那提摩太从他孩童时代就在妈妈的指导下学习圣经，这圣经是旧约圣经，而妈妈则是接受他外祖母，就是妈妈的妈妈外婆的教导，所以把这样子的犹太人的传统，把上帝的话能够建立在家庭当中传承。而跟母亲在保罗第1次传道旅程当中的时候，提摩太是跟妈妈在保罗第1次传道旅行当中经过特庇的时候来归信耶稣。保罗也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性格，那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布道旅行当中受到很多次的逼迫阻挠，而提摩太算是上帝派在保罗身边的一个安慰，还有帮助，还有给他的一个补偿。因为提摩太是一个温柔有爱心，他也比较谨慎或是胆小保守，但也机智。那他诚信忠心尽责，委身于上帝。还有就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他的身体羸弱，那他可能身体不是很属于健壮型的。那根据教会的传统说法，保罗是被尼禄王处死殉道的，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是用
斩头的方式，算是死得比较痛快。而提摩太呢，是在之后的尼禄的这个罗马皇帝多米田，或是涅尔瓦大帝的手下来殉道的。那提摩太的服事呢，特别从保罗和希拉在第2次的布道旅程当中重新访问特庇，所以信徒向保罗来推荐提摩太做他的助手。保罗为了提摩太行了割礼，成为全职的同工，一起跟着布道旅行。那提摩太是犹太人，割礼是让他方便在犹太人当中来做工，犹太人才会接纳他。没有受割礼的犹太人，在犹太人当中是会被异样的眼光，而且是会被摒除在外。而那时候在第2次布道旅行，提摩太都成为保罗最亲密的团队伙伴。那他是保罗助手，协助宣教团队的服事工作，同时也跟着保罗开拓新的地区，甚至成为保罗的代表，进行跟进的工作。所以保罗可以继续在外地传福音，成为使徒，而提摩太就受差遣受派，在保罗所派到的地方来做跟进的工作。保罗作监的时候，提摩太也在狱中陪伴保罗。之所以他们的亲密的这种关系呢，将近了20年。那保罗也在第3次布道旅行，在以弗所停留2年3个月，后来加上以弗所的暴动，那提摩太跟保罗同工，所以对以弗所教会也非常的熟悉。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前书的7年之后，提摩太成为以弗所地区的牧养同工，那就是全职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和保罗的这一段属灵的父子，又是同工，又是属灵的父亲，那又成为团队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也像我们在前天所分享，上帝派到台湾来的，不论是从英国、苏格兰、加拿大来的宣教士，他们所建立起的团队，或是他们自己的家庭，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再次很快的复习，从第1章看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命令和爱和福音是健全的教义，以及保罗为他的身份得救感恩，也讲明基督降世要做救世人，并劝提摩太打美好的仗。第2章提到要用祷告，神的心意是使人借着祷告来得神悦纳，保罗为这样的神的心意奉差遣。而在整个罗马帝国中，男人要祷告，女人要有见证，能够尊重认识上帝的权柄。第3章是讲到长老监督要向外，执事要向内，都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而长老执事来建立神的家，也能够来见证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能够显出神近前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而第4章讲到圣灵的提醒，将来的末世当中，人受鬼魔的教训，成为鬼魔谎言下的奴隶，甚至把上帝的美意禁止掉。但是借着上帝的话和人的祷告，能够使这些都成为圣。而也保罗要提摩太思想正确的教义和永生，并且为这永生来劳苦和努力。同时保罗要提摩太自己以身作则，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并且要在传道宣读还有教导劝勉上面专一，以致使人看出他的长进，要殷勤，这样子能救自己也救听他宣讲的人。那昨天的第5章上半段讲到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男女老幼的原则，就是像家人一般。而很重要的教会当中的弱势团体，要知道责任的归属，那照顾真正的弱势，年长者优先，有信仰见证优先，无依无靠优先，而也不要给敌人有辱骂的把柄，也不可以拖累教会，让教会的慈善救济能够真正到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昨天的金句是5章3节，要尊敬真正守寡的妇女。我想也不是只有指真正的寡妇，而是指真正无依无靠需要帮助的人。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第5章，那第6章的这2节部分，我们明天再一起来分享。第5章的最后半段讲到治理教会的原则，这原则呢提到了教会的长老
劳苦做工，所以应该要尊重甚至是报酬。那在这边有提到说这个引用申命记25章第4节这是摩西的律法，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所以做工的得工价这2句话呢，一句是来自于申命记，那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也引用过，意思就是说牛已经在那边谷场上面做工，那它肚子饿了，它就是地上就有东西可以吃，应该也要让它吃，而不是禁止牛来吃。另外做工的得工价，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第7节，这是主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话，是应当的。所以在教会做工的长老，那这个长老就指监督，应该予以尊重，特别等一下会提到加倍的敬奉那第19节到20节提到，但是呢不是劳苦做工，反而当上了长老，却怠惰，甚至呢还犯错，甚至还犯罪，那怎么样去处理？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也很细腻的提到教会的惩戒纪律的问题，那必须要有足够的证人，而且应当要当众来责备，来警惕他人，就是让其他人不会有样学样。所以是非对错要明说，不要私相授受，也不要私底下大事化小，小事就化无，然后就含糊带过，不了了之，就以后的人不知道，又在重蹈覆辙，又在犯一样的错，这是愚昧的，是不聪明的，而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第3个呢，治理教会的其他原则就是嘱咐提摩太要小心谨慎来处理长老的案件，而且在选立的长老时候也要分外的小心。最后对提摩太个人的叮咛就是他的身体也要注意，要健康而且所有这一段24、25说讲到罪也好，罪恶或是善行都是明显可见，不用去遮遮掩掩，行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上帝的眼光有属灵的人一眼就能够看清楚好，那我们可以在分享之前可以先来思想一下，在教会当中的领袖，刚才提到的长老，特别提到了长老。好，那在长老教会的法规上面牧师也是长老，牧师是教导的长老，而教会的长老是治理的长老，所以组成了小会，共同来治理教会那所以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区长也好，这些或是这些属灵的年长者，在教会领袖当中最容易在哪些事上犯罪呢？首先就是好色，这好色代表就是说在两性的关系或是性的关系上产生暧昧。第二个是贪财，贪财指的就是金钱上面不忠心，账目不清。第3个呢就是背信，这背信呢就是虚假，说话不实，虚假不实，那用假见证。第4个呢就是自高，这种自高呢就是骄傲，就是大头症，在恋战权力。那后面的7、8、9、10呢，代表就是第7届、10届的第7届、第8届、第9届、第10届，不可奸淫，不可贪心，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所以在10届当中，其实教会的领袖，我们教会也应该要偶尔要读10诫，因为这些都提醒我们，要在各样的事上呢，帮助我们分别善恶。或许还有其他，但是这第7届到第10届是在教会当中的领袖当中很容易看到。那前面的1到4届，如果不守安息日妄称神的名雕刻偶像有其他的神，那一点都不可能做教会执事。然后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但是第7届到第10届，是第6届不可杀人。这些是7到10是最容易犯。那我们可以来思想，当教会执事若犯错，比如说7、8、9、10，
犯了其中的这些诫命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教会执事犯错，那做监督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应该有责任要去提醒他，告诉他要改过、要更正。那这个改过更正的程序，要帮助他，让他可以赶快的悔改，然后能够求主的赦免，能够保有他基督的生命，将来才能够在什么地方跌倒，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就好像大卫，他也犯了奸淫，他还犯了第6戒，还犯了杀人。他还犯了第10戒，他还去贪恋别人的妻子，等等的。但是大卫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认罪承认，也求主的怜悯饶恕，所以他也在那个地方站起来，而继续的能够在这个位置上面来服侍神。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若教会的长老犯错，那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前书第5章要讲到的，有控告长老的案件，那要怎么做？那甚至我们也可以问，若教会的牧师犯错，应该怎么做呢？那这都是属于在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监督长老牧长的犯错呢，会比执事的这个处理呢更加的复杂，也更加的严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第5章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好，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经文之前呢，来提醒一下，其实在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耶稣就已经有教导15节到17节，你的弟兄若犯错的时候呢，第一个动作有4个步骤，你就是要先去，趁着跟他当面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所以就是私底下，第一个动作是去当面指出，不要放话，不要传话，不要绕一大圈，拐弯抹角，你要有爱心，说诚实话。所以第一个动作是去。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看到人家犯错，第一步就做错，就走错了。第二个步骤是找他，如果你当面指出他的错，但是他不承认，第二步是找2、3个证人一起去。那在那个时候，他如果听，那你就得着他的弟兄。那如果不听，第3个步骤呢，就是告诉教会。所以教会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禀报教会，不是告诉法院。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一言不合，然后就告到法院去，告到调解委员会去，然后就发函找律师等等，这都是没有按照圣经。按照圣经呢，第3个步骤就是要告诉教会，第4个步骤呢是训。这个训呢是一个公告，就是当教会做出判断，而且确认这个事情错的确是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这个人已经劝诫他，那又不听，那就是要训斥，就是要戒规。那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说，若不听教会，就把他看作外邦人或是税吏就是吸血鬼，就是不把他当作弟兄，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这4个步骤，去找教训，那希望我们也都能够放在心里面。在当看到弟兄姐妹犯错的时候，甚至执事犯错、长老犯错、牧师犯错，记得第一个步骤是要做正确的动作，而不要用错误的方法。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17到25节，保罗说，这些善于督导，和本修订版翻成善于领导的长老们，它是个复数，所以不是只有指一位，就是能够把教会管理好、治理好。因为他能够当上长老，是因为他先把他的家管理好、治理好。现在他在教会服侍的好，所以成为一个被肯定、善于督导、善于领导的长老。特别呢有2件事情，就是勤劳讲道和教导人的。这里有2件事情，就是指讲道和教导上特别努力，这样子的长老呢，应该得到加倍的酬报或是敬奉。那这个酬报酬劳，它的原文意思就是得到酬劳，就是指金钱。那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个年代，
教会并没有很完整的这个我们有这个牧师派传道师，然后还有神学院栽培这个牧师这样子完整的制度，所以很多的长老他们可能是从执事开始，可能是从一家之主开始，可是他们渐渐的花越多的时间，花越多的精神，花越多的代价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但是他们也相对的放下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希望，甚至是放下自己原先的工作，甚至有可能就全职在教会当中，所以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不是只有一般的报酬。保罗说他们配得到加倍的报酬，因为申命记有说留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路加福音也说耶稣说的工人应得工价，应得工钱，所以做上帝的工有没有钱可以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呢并不是因为靠着做上帝的工来赚钱，而是知道这些的钱财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最上帝的刚美康康就是当我们在上帝的家中尽心，上帝就让我们的家中也受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在圣经当中上帝的应许，所以这是第一个状况，善于领导的长老应得到加倍的酬报，上帝会给他加倍的祝福，就算教会没有给他，就算教会没有能力给他，但是上帝会加倍的祝福他。第二种呢，就是失责的长老，这个失责的长老就是已经做到让人家看不下去，甚至来控告他。那这样的控告呢，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照单全收，按照刚才马太福音18章的步骤，第二步除非有2个或3个证人，否则不必理会。就是你收到第一个控告的时候，你可以放在心上为他祷告，但是你不用立即的回应处理。但是收到第2个了，那就要处理，或是第3个要赶快处理。因为这个长老可能会真的是有2、3个人做见证，看到他在某些的事上有问题，不是只有长老，只是牧师都有可能。所以当确定有犯罪，第4步要公开谴责所有犯罪的人，所以去找教训，那个第4步的训就是要公开，然后让他的这个错误的行为是要让其他人都知道，好让其他的人有所警惕。那我们以前在教会传统会有戒规，我们的这个教会法规里面也有戒规这样子的定。但戒规呢通常都是讲到禁圣餐那比较严重的你就改信其他教派或是重新洗礼，这个就是会除籍，就是把会员籍会除掉，就是不承认他是长老教会的一员。但是呢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去把他们抿住，但是呢当我们在照顾别人的面子的时候呢，我们却让教会内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呢这样子的错或是这样的试探引诱呢又重复再出现。21节，我在上帝基督耶稣还有蒙拣选的天使面前，郑重地吩咐你遵守这些教训，不可在任何事上有成见或偏私的心。所以提摩太他现在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以弗所教会的小会议长，这个议长呢就是要主持会议，那当会员会有弟兄姐妹有任何的争议，那他也像是旧约当中的摩西常常一天到晚要处理这个控告的案件，所以他的岳父叶特罗才替他出一个主意，设50夫长、100夫长这样子的来协助他处理这些的案件。但是既然要扮演成为一个议长，那他就是应该要公正，不能够自己有诚心自己有偏见，所以就是不同的意见都要去听。那我们现在台湾的法律非常的进步就是无罪推定论，在一个法院确认判决以前，我们都要把它推论它是无罪的，不能够未审先判，因为这是不符合程序正义跟法律正义，即便它有很明显的
犯罪的理由、动机或是证据，但是最后还是要有个判决出来之后，才能够叫做定罪。所以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有没有人定你的罪？没有人定你的罪，耶稣说我那时候也不要定你的罪，你可以平安的回去，只是不要再犯罪。还有22节，也不可以随便给人行按手礼，这个按手就代表连结，代表生命，所以不要随便卷入在别人的罪行当中。意思就是说，成为教会的长老、执事、小会议长、牧长，当看到弟兄姐妹或是长老同工犯罪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要明辨是非，而且更加要保守自己纯洁的心。箴言第4章23节，后面23节说，因为你的身体常有毛病，所以保罗知道提摩太的这个身体有疾病，那在和本翻成有胃病，胃病。好，那现在中译本跳过胃病，写说身体有毛病，然后说不要只喝水，也喝点酒来帮助消化，好，所以这个前后文的逻辑看起来好像是跟胃有关系，所以提摩太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身体不管他可能这个胃呢是容易紧张呢，好，或是积劳成习呢，好，或是天生的等等，那我们不晓得。但是保罗叫他用喝点酒来帮助消化，表示提摩太他应该是不喝酒的。那保罗为什么知道喝酒可以帮助他的胃病或是帮助他的消化呢？可能保罗是有喝酒，那但是我们也不清楚。但是这里讲说不是每天喝，是喝点酒。但24节，有些人的罪是显而易见，他们早已受了审判；也有些人罪是后来才显露。所以意思告诉提摩太说，可能你现在的高度你看得到，但是有的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真正定罪的不是靠你，而是靠上帝。所以在上帝，我们明天会读到，当上帝显现的时候，就会知道，就会把所有人的罪都显出来。同样的道理，做好事，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但是即便不要让右手知道，只要你有做的，也隐藏不了，即使不明显也隐藏不了。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给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了一封书给罗马以弗所教会，就是在以弗所书，特别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第18节，保罗信中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可见这个收信人以弗所教会呢，他们有一些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喝酒喝过头，喝到一个程度。那可能提摩太呢，他来到这个以弗所治理这个教会呢，可能也要面对这个教会，甚至搞不好是长老，搞不好是监督很爱喝酒的问题，以至于呢提摩太可能都不喝酒。但是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当时的酒绝对不是什么啤酒，也不是 whisky， 当时的酒就是红酒，就是葡萄酿的酒。所以网络上的资料，喝红酒的好处，保护心脏，促进睡眠，美容养颜，舒缓经痛，抗动脉硬化，预防脑血管性痴呆，改善血液循环，减低肺癌机会。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网络上找的。但是喝点酒是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毕竟酒是谁创造的？是上帝创造，他从葡萄从这个酒精发酵出来的酒精所以这也是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成为滴酒不沾。然后提摩太不喝酒，他都喝什么呢？说他都喝水，所以保罗说不要只喝水。所以这也是网络上找的。喝水过量呢，也不是一定都好事心脏病患、肾脏病患、肝病病患、青光眼病患，这4类的人不宜喝水过量，因为过多的水分呢会造成血液变多，血管的压力变大，对心脏的负荷变大，而肾脏有大量的水，它就要肾脏要加倍的辛苦要排尿，如果排不出来就会引起身体水肿，这是对有这些疾病的人。而肝病呢也是会让他的肝的血液变多，渗透更快，
青光眼呢也是会让血压增加，好，引起他的眼压增加，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看情况，好，当然多喝水一定是好处，好，但有时候喝点酒是好，也是好的，好，那在这边也可以做个见证，去年初，那我在台中的教会服事的时候，教会要卖一块地，好，卖那块地的时候，那个仲介呢，他就来帮助教会卖地，好，那他那个仲介教会的长老跟那个仲介在谈的时候说啊，他常常就是胃痛，好，那就讲到胃痛，然后那个长老就跟他说，圣经有说你可以回去喝点酒，好，那可以对胃有帮助哦，好，那个仲介呢，好，他真的回去就喝了一点酒，就过了几天，他就说，长老，他真的回去喝点酒之后，他的这个胃痛改善很多，因为他说他已经是长期胃痛很久，好，但没有想到他喝了一点酒，就对他的胃痛好有改善。那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只有酒的功能，而是对上帝的信心了。今天这段的经文17到25节讲到善于领导和教导的长老，还有讲到不善于领导、不善于教导，甚至还有引发争议的长老，还有保罗讲到对提摩太自己身体的照顾，善于领导和教导的长老要加倍的敬奉，不论是给他报酬，不论是给他尊敬，但是我觉得那个敬奉就是要尊荣他，要感谢他，也要纪念他们，他们的付出，而上帝会给他们真正的加倍的祝福。而19到22节，争议的时候要两个证人要公开谴责，不可偏袒，也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而提摩太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懂得如何用酒精消毒或治病，而且讲到了所有的罪其实都是有征兆可循，因为再怎么遮掩，还是会有犯罪，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那行善的事情也是一样，行善以后也不会永远隐藏，上帝是公义的。今天的经文，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的人，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台语也会高地理教会长老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特别尽力地讲道甲教示的更加着安尼。英语 the elders who direct the affairs of the church well are worthy of double honor, especially those who work i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好的长老，有好的执事，有好的同工，在迦南教会58年的历史当中，也有好的牧者来带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被教导、被塑造，能够成为教会的执事，也能够成为教会的长老，来治理、来监督教会。也愿上帝祝福那些善于在教会服事当中善于教导、善于用上帝的话来治理教会的同工们，愿他们得到加倍的敬重和加倍的祝福。也祝福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耶稣的原则去当面的说，并且能够找见证的人，并且告诉教会能够在这当中学到教训也求你祝福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健壮，也借着上帝所赐的饮食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得到更新，得到医治我们今天也特别为着在病痛当中的肢体，以及我们昨天在祷告会当中为在住院当中或是在疾病当中的肢体继续为他们代祷，也愿上帝你赏赐信心，让他们能够靠主得到医治我们这时候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服事的同工，大家晚安，平安。谢谢牧师，晚安，晚安谢谢牧师，谢谢大家。